西本马啊，长期受到人为训练，变作是种正温顺的动物。为了要让伊出来园区活动走跳，台北市立动物园每礼拜一呢，拢会牵伊出来园区散步。这动物园也鼓励民众会当趁着一个时间来到动物园，和这西本马啊互动。保育人员把这只古锥的细只马牵出来，准备要带伊出来和民众见面。这只细只马名叫小白，袂输啊那个名册，大小朋友拢抢要和伊翕相。我们今天是来玩那个寻宝游戏，对，那今天刚好遇到马，有没有觉得很幸运？有啊，觉得很幸运，我们很喜欢马。它叫小白，它是一只迷你马，有些马被摸了就会跑掉，那它呢？它不会跑掉。互人放出来细只马，看起来真欢喜，佮用走的，甲保育人员带咧行。这是台北市动物园为着要互囡仔和游客会当接触到动物，每礼拜一拢会带细只马出来园区行踏。动物园讲细只马因为长期有接受训练，所以足温顺的。不过接触的时阵，嘛有爱注意的所在。那如果在保育员跟志工在现场协助的状况下，是可以对马进行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触碰，但是不建议从马的后面或者侧面直接去接近动物，因为有可能会太惊扰动物，然后导致于被动物踢这样子。除了放细只马出来和大小朋友互动，动物园嘛设一个快乐家庄，内面有饲鹅、鸭、鸡啊，透过互动，希望囡仔伫咧动物园嘛会当体验农村的生活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